今日食算盘要带大家关心国营事业，互人讲是铁饭碗，因为工课真稳定，福利又够好，大家拢会招真侪人要来考。都有博士学历的民众嘛来试功夫，像讲中华邮政公司，今年拢总24个博士来报名考试，拢总20个拢考袂调，竞争会当讲真激烈。都有官员讲到国营事业今年的课会加袂减，拢总超过3000个课，也毋过同款无好考。毕业季节单要过，人力银行公布最新6月的这个失业率，20至24岁少年人失业率提升到12%，这嘛是今年1月到6月以来头摆来拍破12%的门槛。估计讲8个少年人内底都有一个失业，专家讲这甲这个景气无关系，主要是这个学历已经较无价值。学历愈悬的少年人，因就愈无想要屈家。不过嘛有真侪这个博士生要来抢这个公家头路的铁饭碗。会吧，这样已经算真的蛮高啦。对，就是从大家那边听来都是2万起，是算高啦。可是就是工作内容，对比较无聊。统计今年的中华邮政考生内底都有24个是博士生，不过已经有20个互汰掉，敢若录取4个，会当看到这个竞争是足热闹的。即马过来看国营事业的招考状况，中油、台电、台水、台糖拢总联合招考1000人，起薪是3万6；中华邮政招考1750人，起薪甚至来到4万5。其他单位的外聘人员嘛有3万至3万9不等。公家头路今年的职课会较加袂较减，估计有超过3000个职课。若想要抢这个铁饭碗，专家分析讲，就要有含高学历的人做竞争的心理准备。长远来看呢，薪资的一个保障确实还是比这个私人企业来得好。国营这边都有一些这个退休潮的一个情况下，确实也会陆续有一些这个名额的这个释出。公家头路即马拄好拄着退休潮，人力的需求豆豆咧增加，高学历的人想要来抢这个铁饭碗，亲像台电头一个博士新人。伊的月级就超过6万，伊感觉真满意。民众想要来考公家机关，虽然讲职课变较济，不过竞争要是真热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